哦对，哇，你来脚踏车，脚踏车，你也不去哦，你要来骑脚踏车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人家他骑脚踏车，他就用他的嘴巴，有没有？当做方向盘一样控制方向，非常厉害。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位红星干部，哇，还会收集哦，收集版的这个是什么？游戏鞋。对呀，他因为他的手脚啊不能穿鞋子，所以他用他的脚趾就并且然后慢慢的往前推。要感觉动这个呢是需要手力要相当好的才行哦。也看是我们的海才哈，而且这个溜冰鞋是我们现在这个的特制的，非常棒，谢谢。哦，即将有最高兴的项目来喽！我们的投篮球，投篮球用什么地方投篮球？即将有是用他身上哪一个部位投篮球呢？嘴巴。对，就是用他的嘴巴来投篮球。哇，他很喜欢投篮球的啊！我跟你们说哦，他现在有嘴巴很厉害哦。它可以在岩石上面呢扫一个洞，对，它嘴巴真的是很有力、很锐利哈。它嘴巴非常的难，很会跑啊，跟海奇里哈，好棒！哎，我开始就背靠位哦，也是不够表演哈，好棒！谢谢我们这位好心干乐，谢谢你精彩表演。